Hello，各位大家好，我係馬中寶，歡迎收睇呢一集與馬同伴賽後重點分享。本集內容純屬個人觀點及分享，並不構成任何建議。喜歡我頻道嘅朋友，記得訂閱、點讚同埋分享。2025年11月15號星期六，沙田八草兩泥草地 A+3 跑道。場地掛牌為好地，想分享下場次105班1800米，13號馬型到爆，孭121磅，11檔起步，沿途走3-4疊，最後200距離前領馬好多個馬位，越衝越勁，最後輸頸位，走蝕腳程，追得咁近先紀錄低。場次182， 3班1000米，12號馬飛來閃耀，孭118磅，11檔起步，5.4倍，出閘最尾，最後100打兩邊撲上嚟，跑第三，輸1又4運3馬位，時間偏慢難追，先紀錄低。好啦，我馬中寶繼續透過賽事影片揾備忘馬俾大家，記得訂閱、點讚同埋分享，下次見。